網民問中途丸係咪陽痿嘅先兆啊？梗係啦。其實呢，陽痿有4部曲嘅，第一就係中途丸，第二就係難起機，第三就係不舉，第4步就係陽痿，即係個陽縮噶啦。咁其實成因呢，就係如果你係35歲之前啦，就係咧通常就係攰啦、性慾低啦、體力不足啦，或者係下邊冇乜感覺啦，而導致到中途丸嘅。咁咧，如果35歲之後嘅話咧，其實比較多咧係充血不足咯，或者荷爾蒙過低，例如係已經有三高嘅朋友啦，咁就好容易咧就會有中途丸、難起機甚至不舉嘅問題噶啦。解決方法好簡單，如果咧你唔需要增粗增長嘅話，使用我哋嘅鳩黃之王就可以噶啦。如果30歲之前嘅話咧，使用鋼筋男都可以噶。咁如果咧你係想增粗增長，再加埋解決中途丸、難起機、不舉嘅問題咧，可以使用我哋嘅大碌鳩 9XL 啦。想知詳情可以 PM 我或者直接去我哋嘅門市都得㗎。